醫生夢唔少人都有，而我哋好彩能夠參加 Summer Clinical Attachment Program。但係喺入 SCAP 之前，我哋對醫科生甚或係醫生呢個行業，或多或少都存在住疑問。喺 program 之前，我哋完全想像唔到糞便都可以用嚟醫治病人，真係令我哋大開眼界。要算上最難忘嘅經歷，莫過於跟住醫生診症，體驗醫生嘅日常工作。醫生就算忙到連食飯嘅時間都冇，都仍然將病人放喺第一位，為病人制定最合適嘅治療方針，確保最優質嘅服務。如果對醫生呢個工作冇熱情嘅話，真係好難可以堅持落去啊！例如醫科生嘅生活係點嘅呢？佢哋日讀夜讀，究竟仲有冇 U Life 嘅呢？聽完幾位醫科生分享佢哋多姿多彩嘅日常生活，我哋先發現原來佢哋嘅生活並唔係只有讀書，亦都會去唔同嘅地方交流，同埋建立自己嘅興趣。原來醫科生上堂唔單止係坐喺 lecture 聽教授講書，亦都可以同教授有好多互動。呢個有問有答嘅學習過程唔單止有趣，更加係激發起我哋尋根究底嘅精神，同時令我哋對課堂內容、醫學知識嘅記憶更加深刻。又例如而家 AI 嘅科技咁發達，究竟醫生呢個角色仲係咪好似之前咁重要呢？經歷完呢個 program 之後，我哋明白到即使 AI 嘅科技好先進，但係仍然係無法代替醫生嘅，因為醫生唔單止要熟習醫學知識、診斷病症，最重要係有心，會關心病人。如果唔係，同機械人又有咩分別呢？